莲客家采风乐舞演艺团，每到练习时间，爷爷奶奶们齐聚一堂，随着音乐，跟着老师认真练习每个舞步。对于身为专业舞者、教舞超过20年的玉碧莲来说，要教老人家可不比年轻人。除了耐心之外，编舞也是一门学问和挑战。主要是他们的脚步要稳，因为年纪大了不能摔，所以一些奔跑、跳跃的，我比较让他们少做。但就算是简单舞步，周认正爷爷也常因为跟不上节拍，团员们都笑称他是慢半拍爷爷。他本来是要这样走，我们手要变这样画了，不然你忘记了，一直看，就变成这样画了。玉碧莲悉心指导，慢半拍爷爷也练出了自己独特的舞步风格。你说再一遍，他们就再一遍，而且他们没有怨言，你会让人觉得说，对他们你会有一种不舍跟心疼。有的爷爷奶奶很害羞，还好团员们会互相打气，做好心理建设。要有自信，对，要有自信哈，不是讲跟谁啊？玉碧莲发现，在教长辈跳舞的时候，她也有不少收获。我也让自己有更多的学习，如何跟一个长者相处，还有就是说，我在这个团队在教我希望说，我陪着他们老。在玉碧莲和爷爷奶奶的共同努力下，大家热情舞出客家舞蹈之美。虽然动作不如专业舞者，但诚意满分。上课喽！唔是讲跟笑，唔是讲跟笑，唔是讲跟笑。